外语的台语借词甲汉字音的台语扛棒，作者林丽玉。清朝统治台湾时期，就有人用汉字书写谚语民谣的历史。日本时明统治时期，台湾人开始用汉字来写台湾流行歌，因为有30%台语语素无法度用汉字来表述，致使大家会凊彩乱借字。李小凤专栏台语文学家一文指出，现代人拢乌白造字，用汉字音读出来的汉字来书写台语文，譬如冻蒜、白痴等。这款词已经甲原底的语义无符合，会当讲是将汉字音摕来代替，变做台语书写的注音工具尔。相对的，华语和台语长期接触下，嘛有一寡新创词出现。华语向台语借过来所产生的新词类，简称 MT。新创词是属于华语本来无存在的词类，因为借入 MT， 受到台语影响来扩充华语的词类量，譬如没法度、好家在、老神在在、三不五时等。以前行伫街仔路，从来毋捌注意过扛棒有啥物特别吸引人的所在，敢若知影扛棒是要互消费者顺利找到店名的大张广告单尔。伫五花杂色的扛棒当中，长期以来受到生活环境快速的变迁，甲大众传播媒体的影响，咱看到的多数拢是以华语发音的扛棒较济，真少是以正港台语发音来标示的。近年来，台湾本土意识渐渐出头，有一寡台语借汉字音的本土化台语扛棒渐渐变质。不过，什么是台语扛棒？伊的界定其实介简单，只要用华语读出来的音无任何意义，过来看敢有借入 MT， 安尼就会当真清楚分辨是毋是台语扛棒。台语扛棒伫平面甲电子媒体广告巧妙运用台语文字和语言，目的是要营造深色、趣味佮亲切的形象，进一步影响改变社会大众过去对台语的刻板印象，包括一寡民间的商业，亲像火烧岛饭类卤肉、阮兜灶骹海鲜现炒、虾米碗糕油马路等。政府机关的广告文宣，亲像交通部驾照宣导的无照就莫走，2013年来台南热踅文化慢走活动等。政治人物选举候选人竞选的理念甲口号，譬如骨力拍拼、斗阵车拼、好车价、唔通凊彩等，拢是要透过台语扛棒来传达因的本土风格，扭近甲社会大众的距离，希望营造趣味、深色气、亲切的形象。过来以电视广告、京都念慈庵传播必备歌、电形态救戏散这两支广告来做例，因为电子数位媒体植入性行销的关系，其中京都念慈庵这个产品的广告是讲华语，电形态救戏散是台语发音。经过电视的传播，虽然是汉字的广告，咱拢是以第一摆接触到的音来讲这项产品的名称，并袂甲这个名称改做其他的发音。过来，因为现代科技快速的进步，会当讲每一个人的身躯边拢有智慧型的手机啊，
平板电脑等3C 产品，像即马大家拢有咧用的赖贴图，譬如请福烧、感恩啦，哪会安尼？啥货100分、上盖赞等等。虽然毋是看板的类型，嘛会当算是语言景观植入性行销的一种。近年来，民间的店头、金融机构、科技3C 产品即时传达的信息功能，政府单位的广告文宣甲政治竞选活动使用台语看板广告的几率愈来愈悬。为什么有愈来愈侪台语看板出现？目的就是要扭近消费者和民众的距离，这就是本土语言上大的功能。若对社会语言学去看台语看板的思虑甲用字，会当看出咱的语言结构有问题。以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网络版收录的即马、念咪这两个词类来做例。这两个词类是咱伫日常生活定得用的词类，假使无特别学过台语音的汉字，请问有偌济人读会出来？明明咱有使用台语的需求甲愿望，为什么咱无法度用下咱家己开口的罗马字即马、念咪甲写出来？伫社会各种交际沟通工具当中，每一种语言拢是互相影响、透纳和照用的。每一种语言一直在产生空间占用的过程，语言景观也在咧扩散。语言的分布甲景观嘛变甲愈来愈复杂。华语和台语是目前台湾两大使用语言。过去的国语政策是抹杀各种族语的错误政策。要安怎提升本土语言的语言景观能见度，对弱势族群特别重要。台语看板会当成做是语言景观的主要表现方式之一。语言景观是政府也是私人商业机构甲社会大众沟通的重要工具甲管道。语言景观也是提升本土语言活力的重要因素。无论是伫教育面顶，爱建立正确的书写系统以外，伫推广的部分，也爱提高本土语言景观的曝光度。当然，爱和创新的植入性行销做结合，安尼才有法度全面影响改变台湾本土语言的生存环境。